活动发生枪案，上无16个人死亡，包括咱总统赖清德甲全国领导人拢表达谴责。气象署讲，今仔日日是大陆冷气团减弱，温度有了了回升，也毋过拜三开始，阁有东北季风落南，天气会阁反寒。那边啊，通过新财委法，阁要停止抬公告年金，行政院甲总统府暗算，唔复数也唔公布。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15中昼新闻，我是麦尚英。头起先来关心的，就是这澳洲正出名的风景区邦代海沙坡，昨咧举办这犹太教庆典光明节活动的时阵，有人是雄安尼提请出来，安尼乌白单，造成上无16个人死亡，也阁有超过40个人受伤，包括咱的总统赖清德在内，甲真侪国家的领导人拢同声表达谴责。原本闹热的犹太节的光明节庆祝活动，伫澳洲悉尼有名的邦代海坡熊变款，连续几啊声的庆声，互现场民众惊吓青光丛。警方统计，迄当阵差不多有1000个人来参加庆声，连续弹差不多10分钟，数百个人惊吓四界走，尾去到海沙坡街仔路，也是附近建筑物内底。Fish in a barrel. Like the guy had I think of what I've been told, he had an automatic rifle, big gun, standing on the bridge. Everyone was just running and there were bullets and there were so many of them and we were really scared. 警方判断2个涉案的枪手是爸仔囝的关系，50岁的老爸已经互警方甲弹死，24岁后生还在病院抢救，规个事件死亡人数还阁咧增加。I've very sad duty this morning to report that 16 people have been confirmed as being killed, 15 innocent people and 1 perpetrator. 这场针对犹太社区的攻击发生伫光明节期间，也是以哈战争对2023年10月发生以来，澳洲境内反犹太事件上界严重的一届。代志发生了后，真侪国领导人谴责也声援，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也有回应。Anti-Semitism is a cancer. It spreads when leaders stay silent. It retreats when leaders act. We will do whatever is necessary to stamp out anti-Semitism. It is a scourge, and we will eradicate it together. 警方表示，加在有一个热心的男性走出来，为庆祝遐甲枪抢落来，才互搁较侪人毋免互弹着。代志发生了后，各地民众发起点蜡条、煮糜活动，为伤者来祈祷，也为这件事故留下反思的时间。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另外一项大消息，就是这香港一传媒的创办人黎智英，伊是互人指控煽动甲斗抗外国势力去犯着香港的国安法。今仔日早起法官是裁定伊有罪，明年1月就会来宣布刑期。香港西九龙法院呢，今仔日早起是对这黎智英来做出判决，讲伊有2项斗抗外国势力的罪，也阁有1项煽动罪，这是全部拢成立的。而且呢，这黎智英就是案件的主谋，明年1月就会来宣布刑期，上当是有可能会判无期徒刑。那黎智英呢，伊本人情绪是真平静，甲家属眼一下就安尼离开啊。这黎智英是香港国安法当中呢，因为斗抗外国势力，互人起诉的第一例。案件到今已经审理158天。继续来关心天气，这几日咱呢受到这大陆冷气团的影响，北部甲东部这天气是有加较冷，也毋过气象署讲今仔日日时这大陆冷气团有减弱，所以温度会了了回升。也毋过拜三开始呢，又阁有东北季风要落南啊，到时阵这天气会阁反寒，所以提醒观众朋友一定要爱注意天气的变化。拜一北部的天气不遮冷，气象署讲受到今年寒天头一个大陆冷气团影响，不过对拜一开始，大陆冷气团的减弱，各地温度就会回升。到拜三，东北季风落南，这方面的地区就会阁反冷，亲像北部和东半部也会落雨。那到了明天，整体上来说，各地的高温都可以来到24度以上。那不过要留意的就是在明天的清晨，其实整体上来说，还是会有些辐射冷却效应的影响，所以在各地可能低温方面是在14到16度。气象署指出，东北季风要到拜5、拜6才会减弱，但是受到南冰水气影响，南部和中部山区也会落雨。到了周3、周4会有一股东北季风南下，所以在降雨的方面，迎风面会比较偏多一些。
主要是在基隆北海岸跟东北部地区降雨时间相对比较长一些，可能会有较大的雨势出现。那到了周五、周六，那虽然东北季风在减弱，除了迎风面的东半部地区之外，在南部地区跟中部山区也可能会为一些南方的水汽上来，造成一些降雨的现象。气象署提醒民众，这礼拜要注意温差变化。日时和暗时的温差上侪会差到10度。另外，拜三因为东北季风增强，所以海涌嘛会变大，有要去海边的民众就要注意。记者陈心东、王志光台北报道。在地消息来关心的是，有民众呢是发现伫新竹市的天府路这段呢，原底是会当停车的白线，最近煞互人甲猜做是红的。也毋过呢，这线是一时啊红，一时啊白，互人毋知影到底是会当停，也是袂当停。尾仔才知影讲，原来是这自来水公司当咧做工停，所以甲全停1536公尺的这个路段呢，拢甲画做是红线。也毋过嘛，因为伫咧画线的时阵呢，有部分的车主是无甲这车刷好走，所以无法度全部拢甲画着，目前已经要求厂商拜一就要改善。一捆啊红线，一捆啊白线，民众发现新竹市天府路路边本来白线拢改成红线，不过有的所在阁无画红线，互袂少驾驶看甲雾煞煞，到底是会袂当停车无？当然是会误导了只是这个可能也是他们自己要改进一下。就干脆就全部红线就好，就不要画白线了。就是在沿路的时候，以施工路段沿路去画红线，最主要是为了用路安全啦，主要是用路人安全。原来是自来水公司当咧附近施工，拍算甲新竹海水淡化厂的管线，牵到新竹第二净水厂，为着用路人安全，才暂时画红线。嘛沿路大告示，因为画线时有部分的车辆无刹车，在地区有的所在无法度画线，安顺拜一得完成改善。那段时间就是天府路那边会先画设红线。等我们埋设完成之后，我们再把它恢复成白线。有部分的用路人民众他的那个车子还是压在那个线上，我们画不到，所以才会有部分的白线没有办法画成红线。那我们今天都会改善完成。自来水公司指出，因为中间拄着旧历过年禁止施工，天府路这段工程会伫明年3月完成。期间嘛派人伫现场指挥交通，提醒民众经过这路段要注意安全。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再来看这中华消防局是接到检举，伊讲呢，这庙会是甲拖车当作是炮台，这是违法放烟火。消防人员随派人去甲了解，刷落呢嘛来通知这车主来说明。那消防人员嘛表示讲，其实呢这庙方放烟火是无申请到许可的，所以会依法来甲伊处罚。烟火伫天顶散开，色彩真水。庙会活动常常会放烟火表演。中华花坛一个公庙13举办庙会活动，伫暗时6点到8点，总共放200烟火，甚至也请大吊车来放炮啊，也吸引袂少人到现场来观赏。烟火用大台的吊车来吊，放很大，所以说有两批是在放就对了。对。不过，彰化县消防局也接到民众检举，这场庙会放烟火无申请，而且现场找一台拖车做炮台来放烟火。消防局派人去看卖，不过伫公庙附近就发现这台载有角色的炮外烟火拖车，于是就对这台车后边来搜证。那于路上发现有拖板车载运爆竹烟火的情势，消防人员驾车于后方搜证，并向警察机关这边来转报。那后续该拖板车向北驶离该处，未有释放爆竹烟火的状况。彰化县消防局讲，因考虑其他用路人的安全，加上消防员无权甲伊找来查，会加查证资料交由警方通知这拖车车主说明。因若无经过许可放这个炮啊烟火，无符合释放的资格，无投保公共意外险。经过调查，属实拢会依照炮啊烟火管理条例来揭发。记者综合报道。提醒民众，对待这公共的物件，千万都要有公德心。亲像呢，台南市文化局是伫咧市区的巷仔来设7只巷仔鸟的这个雕像，也毋过伫咧大井头这只呢，煞互学生囡仔无细力甲弄歹去。另外一边，这旧领巷仔内黄铜所做的告示牌，嘛互人甲偷摕去。这文化局是强调讲，这是市民共同的资产，目前已经报警察。
伫台南街巷内底，即阵有7只用府城古地名做主题的巷仔鸟意象雕塑，请真侪游客来遮翕相拍卡。毋过，却传出有雕塑互人弄歹去，甚至这伫州岭这个所在，用黄铜古地名做的告示牌，互人偷摕走去。马桥做的这个巷仔鸟咧，真受欢迎，真高水哦！即摆踩伫咧大路边，毋过这边煞吼这铜牌做的这个告示牌，嘛互偷摕走去。好看的，我行过拢有，当时也有咧注意当时用他嘛唔知。那一两礼拜啊，一两礼拜。我觉得整体上来说，可能我们还是要呼吁，就是可能向市民去多广播一下这个东西，我们为什么要设立在这里，以及为什么我们要去保护它，可能做一些更多这样子的教育。在地乡亲感觉偷摕这告示牌无妥当，其实巷仔鸟是台南400活动摘出来红仔，这回文化局规划活动，分别甲巷仔鸟放伫大西门、大井头、大东门、顶府城古地名路线顶面。初步盘点受损状况，大井头的雕塑是互学生无细力弄着歹去，那学生当时有主动报案，州领的部分目前已经报警处理。不管今天巷仔鸟出现在哪里，做了什么样子的指派的任务，那都希望呢，其实大家可以用欣赏，好好的跟他拍照，或者是跟他做一些互动，但是千万不要拿巷仔鸟身上的任何的东西自己带回家，因为这件事情是非常不道德的事情。文化局强调，巷仔鸟是艺术家参地很共同完成的公共艺术。每一块黄铜牌有台南独有的历史甲空间的记忆，嘛是市民共同的财产。这按算等到明年10月，文化局讲，若民众发现有受损，也是告示牌搁无去，会当主动通报文化局。因希望透过市府甲民众做伙来守护街头的好风景，卖互公共艺术搁受到迫害。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中华有一间公立的高职的传出哪像是霸凌的事件，这是一个查某学生，伊摕这用过的卫生纸抹伫同学的册包甲文具顶头，而且呢，佮摕这塑胶杆啊去滴这马桶的水，互同学甲啉落。这画面互人传去网络，是引起真大的议论。即马校方是强调讲已经展开调查，也提供辅导的机制。一个学生将用过卫生纸将笔盒内底的文具倒面册包拢切一片。另外一个画面是教编组摕塑胶管装马桶水，互不知情的同学啉落去。中华一间公立高职传出疑似校园霸凌的事件，网络影片引起议论。校方表示已经展开调查，启动校园霸凌的处理机制。那我们今日内也会组成处理小组，目前都是继续就是正常就学中。那我们学校也会持续的一个关心、了解，还有提供相关的辅导机制。但是发生第10日，校方表示已经进行校安通报，佮启动校园霸凌处理机制。处理小组委员报诉会由教育部针对性霸凌事件专业调查甲调查人才库组成，初步了解双方学生无过节，案情细节甲受害人数有缘爱去调查。警方表示，目前还未收到家庭报案，那牵涉少年事件处理法会依法办理。本案为发生校园内的校安事件，由学校循校安系统通报相关单位处理。本分局持续关注案情发展，如有违反少年事件处理法等相关法令之行为，依法侦处。学校强调，当事女学生目前请假当中，另外伤害学生15有缘正常到学校，后续学校会继续关心，佮提供辅导机制，维护学生权利甲身心的发展。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这嘉义市内有现采的这个餐厅是发生外送退钱的争议，消费者伫咧叫菜了后，认为讲这菜伤咸，所以伫平台用食物中毒做理由，要求业者爱来退钱。那业者是表示讲，其实呢，这菜单顶面本底就有写明这咸的程度啊，所以用这款理由要求退钱，实在是无通接受。用马火来炒鼎仔内底食食。店家无因咧准备外送的订单，嘉义市这间店上界出名的，就是店家家己炒的咸椒啊。想袂到顶礼拜拜六，所有消费者食了以后，向外送平台反映，讲食物上咸，害食物中毒，要求爱来退钱。你去医院，如果是真的食物中毒，我赔给你。但是是因为你吃啊，你自己负荷不了的话，你这样子是污蔑我们店家。什么叫食物中毒？食物中毒是很严重的东西呢。业者甲消费者的订单提出来，讲伊4项菜内底有3项加咸，计共500多块。结果食了以后，煞向外送平台投诉食物安全问题，要求爱甲有加咸的迄3项计共400多块的钱提回去。
业者讲，菜单顶面拢有标示险的程度，头摆拄着这种恶意退款行为。退单哦，我觉得是有争议啦。怎么说有争议？你觉得？因为其实你如果辣度身体不适，像我自己就不会吃很辣的，所以我自己斟酌我就不会去点。这个辣度到多少了？你吃的时候斟酌，或者是试看看，或者是真的会嗨，我们都有写了啊。店家表示，因为向平台争取价钱摕回来，平台嘛有退予伊，但是食物安全的投诉也是予伊真无奈。因为这件消费纠纷，消费者才是主要爱负责任的人，但是最后受伤的也是经营的店家。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顶礼拜五，这美国的四大指数拢受乌，所以今仔日这台股一个开盘就随盘超过500点，28000点的是守无掉的。咱若台积电上价是来到1445块半35块，市场是有计讲，这礼拜呢，这台股有可能是爱拼走掉28000点。咱若专家是认为讲，包括着英国、日本甲台湾的这央行拢要来公布利率，会牵绊着股市的局势。受到普通、甲股文等等 AI 大公司可能有消风气的疑虑影响，顶礼拜五美股全部拢落，尤其是费城半导体指数上届疲弱，落超过5%，加上台指期夜盘大落561点，引起市场的烦恼。拜一台股开盘毋若失守28000点，早盘捌大落超过500点。主要是上个星期五美国股市下挫特别是在科技股的一个部分，担心这个 AI 的一个获利回报的一个速度太慢，所以上个礼拜博通缴出来的财报成绩其实并不差，但是市场还是能够找出这个毛病所以导致呢这个博通的股价重挫，这个也拖累了 AI 科技相关的股票。加在台股尾也无落遐济，不过观察牵连大盘的宽达股台积电。盘面同款青一青，以1450块开出，早盘上价捌落到1445块，落35块。其他电子宽达股，包括台邦电、南亚科、鸿海、台光电、台达电嘛拢落。法人认为讲，这礼拜台股有3大变数爱注意，包括顶礼拜五美股甲台指期夜盘大落，还佫有受险的业者可能会伫年底进前调节部位，出现绩效袂压。上尾是英国、澳洲、日本甲台湾，拢会伫这礼拜公布利率决策。日本央行呢，如果说是小幅升息的话，短期当然会让资金重新移动那可能就会引导亚洲股市，包括台股的一些走向但这个其实代表日本经济走向正常化所以说中期影响不要太悲观没有必要。专家认为讲，各界预估咱国中央银行会维持利率政策无改变，对市场是稳定的因素。不过，若要观察台股的走势，也是要等去企业获利、甲外资的动向来看。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这美国普罗维登斯的布朗大学呢，伫12月13日时阵是发生枪击案，是造成2个人死亡，9个人受伤。目前呢，警方呢已经拘留一个24岁的关系人。这个关系人伊陆军呢是做到专业兵的阶级才退伍，而且呢嘛无前科。进前伊捌讲过有计划要入来大学读册，也毋过目前呢是也未入学的。落得岛州的居民甲学生14做伙悼念布朗大学枪击事件的罹难者，学校即马已经取消这学期所准的考试甲课程。这天学校内面情绪阁开始落雪，好几个社区阁较哀伤。警方伫咧离布朗大学塞车30分钟的科芬特利镇一间饭店内面拘留一个关系人。My first instinct was that it was a gun, but then I was like, no way, that wouldn't happen. And so I just kept sitting. But then a friend of mine in the office jumped up and when he got the alert. 媒体报道，这个查甫人是24岁，来自威斯康星州的班哲明·艾瑞克森。2021年到2024年担任陆军步兵，以专业兵的阶级退伍，无前科，捌伫领营大本计划秋天伫布朗大学投资，这嘛毋是学校的学生。When it's here, it just makes it so real. It literally hurts. 警方认为无其他的共犯，也毋过无公布作案的动机。根据枪击暴力档案统计，这件枪击案是美国今年要甲400件同类型事件内面上新的一件案例。布朗大学是美国历史上久的大学之一，全学校也个附近的社区，即马大家拢也个真惊。代志发生的迄当阵，学校把发布封锁加撇蓝灯，已经伫咧14解除。这件代志也互包括美国总统在内，也个社会各界表示哀悼，也个关心校园的安全甲枪击暴力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
伫中国杭州的野生动物园呢，最近是有一只乌熊，伊表演到一半，熊失去控制，开始来攻击边仔的工作人员。落尾呢，这团队是提出道具，甲这乌熊甲塑条咧，硬甲拖入去，加在人甲熊拢无着伤。头前这组先上台，乌熊一困头就跳伞的，不过后壁这组出代志啊！怎么回事？小心！现场的人看到是看甲生气，人甲熊伫咧涂骹安尼相拍恁弄过，这工作人员想要爬起来，煞搁去互骂伫咧涂骹。哇，你现在，你现在。其他工作人员看到，赶紧来斗相共，有人摕拿轻，有人摕竹篙，有人摕医疗啊，又搁讲又搁喊，嘛是无较抓。5个人甲一只熊扯拼，落尾手有人摕拿轻，甲乌熊阿妈棍的铁链啊交条咧，甲乌熊扭开，拖落去台下骹，互人看甲心惊胆吓。动物园后来发声明讲，工作人员甲乌熊拢无受伤。这件代志是因为乌熊想要抢工作人员摕红菜头，才来发生意外。杭州野生动物园已经甲乌熊的表演拢总取消。动物园讲会好好安搭乌熊，嘛答应讲未来提升园区的应变能力甲安全措施。目前亚洲乌熊因生态地减少，也搁有人为捕猎伤济，乌熊已经封列做是强要绝种的动物。人为着娱乐去掠熊掠好，熊嘛是有限度，才会出手来反抗。落尾手嘛是人爱痛苦。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另外，这俄乌战争拍到当时也未收束，这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呢，昨是去到德国，甲这欧洲甲美国的官员来谈判，伊嘛来发表一项大消息，讲若准这美国呢是愿意提供安全保证，安尼乌克兰是愿意放弃加入北约。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伫德国总理梅尔茨主持的会谈当中，甲美方的特使，也就是总统川普的特使魏科夫甲竞赛库许纳见面。梅尔茨简单致辞了后，就离开，和双方进行谈判。乌克兰总统顾问利特温表示，12月14会谈已经结束，其他欧洲领导人预计12月15去到德国了后会继续会谈。全部结束了后，由泽伦斯基对外来说明。利特温补充，官员当咧审相关草案的文件，伫未去柏林的路任，泽伦斯基透过通信听息表示愿意放弃乌克兰加入北约，来换美国甲欧洲的安全保障。Сьогодні двосторонні гарантії безпеки між Україною і Сполученими Штатами Америки, а саме гарантії Article 5-like від Сполучених Штатів Америки для нас і гарантії безпеки від європейських колег для нас, а також інших країн, Канади, Японії тощо. Ці гарантії безпеки для нас – це можливість, щоб не розпочався ще один прихід російської агресії. 根据北约第5条款，若准任何一个北约成员国伫咧欧洲也是北美洲受到武装攻击，会互人当作是对所有成员国的攻击，成员国会启动集体防卫的机制。泽伦斯基表示，乌克兰自一开始就希望加入北约，也毋过来自美国甲欧洲的一寡友伴并无支持。罗西亚总统普廷对北约扩大甲乌克兰的加入，直直拢是反对，主张乌克兰必须爱保持中立，袂当有北约部队来进驻。北约秘书长吕特12月11日伫柏林演说的时阵表示，北约必须爱为咱的阿公阿嬷，也是祖公祖妈所经历的战争规模做好准备。也讲咱是罗西亚后一个目标。克林姆林宫是互利相关的讲法。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这看起来若像是一个已经被记录历次世界大战到底是啥物款的世代所发表的言论。记者综合报道。另外，这南美洲第2个总统大选的这局势是出现大变化。右派的候选人卡斯特呢，伫第2轮投票当中是以买6成的得票率来选赢左派的对手。现任的总统博瑞克呢，已经甲伊祝贺，也强调这政权会照程序来交接。尊顺优良的共和传统，第2伫要卸任的总统皮克瑞克第一时间打电话予当选总统的卡斯特祝福。皮克瑞克强调，这是第2在来的传统，佮提醒卡斯特带领国家是一份重大的责任。Recuerdo también cuando me fue a saludar aquel día hace 4 años y hoy día le presento mis felicitaciones porque ha obtenido un triunfo claro
Y usted ha sido electo presidente de la República de Chile y por lo tanto de todos los chilenos y chilenas, y eso usted sabe, es una gran responsabilidad. 对前总统的致贺，卡斯特嘛展现风度，答应会进行一场互相尊重的政权过渡。第二选务单位宣布，右派候选人卡斯特伫第二轮的投票摕到59.16%的选票，赢过左派的候选人古拉。卡斯特的主张包括去边境墙部署军队打击犯罪，阁有驱逐非法移民，成功去应对社会无稳定、甲高犯罪率感觉野生的选民。Hoy día le hago el mismo planteamiento, que esto sea una transición muy ordenada, respetuosa y por supuesto que si el 11 de marzo juro como corresponde, después del 11 de marzo me interesaría también mucho contar con sus opiniones, con su mirada de lo que es el país. 败选的左派候选人古拉嘛已经打电话给卡斯特，展现民主风范。不过伊嘛向支持者喊话，强调近年来争取到的民生权益袂当搁再牺牲。Dijimos con mucha claridad que aquí no puede ponerse en riesgo las conquistas alcanzadas por las chilenas y los chilenos, el aumento de las pensiones.La gratuidad en la educación superior。第二是中南美洲经济相对稳定的国家，本届大选的结果嘛，呼应阿根廷、萨尼瓦多等国家的右派趋势。分析指出，对犯罪甲混乱野生的选民，当咧促成南美地区自1990年军事独裁结束以后，我向右派上激烈的转变，公司变异。另外，等来看咱国内这台中市南区的街仔头呢，竟然出现一只细只的火车。这民众哪像是甲车辆改造是区间车的外形。那警方表示讲，目前呢是无接到报案，也毋过若准这个民众伊驶的是夹起来的车辆，而且佫无领牌，安尼就会照违反道交条例加以处罚。有人伫台中市南区的街路发现车路有火车。这台伫路咧走的小火车，甲真一个区间车外观真共款，看起来都真像迷你版的车厢。但是有人翕到这台小区间车闪电火，驶伫个街路。最近常常有台中市南区的民众发现，这台小区间车伫街路拍走，真野目。迄嘛是那旧仔车安尼尔，有灯光足济啊，那彩色。我看我这台车哪特殊？依照法律来讲，当然是这一种是不能上路了。虽然有人讲真趣味，毋过有安全记录。警方表示，目前无接到报案记录，是毋是医疗代步车会阁进一步确认？毋过，干那外观初步检判，疑似是倒起来车，除了无经过安全检验，上路可能有安全风险，也无照规定领核准的牌证，会依法当罚。此行为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12条1项2款，驾驶拼装车辆未经核准行驶于道路上。将会处以新台币3600至36000以下之罚锾，并移至保管。如果它是拼装车的话，那主要上路的疑虑就是说，用路人可能不能辨识它是什么东西，那他要往哪里走？他如果没有靠最基本的灯光信号的时候，大家会没有办法辨别说他是在直走呢，还是要左走，还是要右走。台湾交通安全协会表示，若是代步车路权员工是过路人共款，若是倒开车上路，有可能造成用路人危险，驾驶的人也可能因为时间造成交通意外。记者综合报道。云林县环保局呢是用这无磷泉来设这吸油的面霜啊，有通真紧就会当找到这河川，也是讲海洋的污染来源。未来也会结合着环保的稽查，来提悬水污染事件的应变甲防护能力。用无磷泉油吸油的面霜啊，会当快速把水面的污染物集中，较免因拖找。为着强化海洋污染事件应变防护能力，云林县环保局以无磷泉调查掌握污染的范围，也求吸油的霜啊，结合环保军队甲民间志工加速水污染的应变能力。布设拦油所，第一时间迅速防堵污染扩散，缩短清理范围及提升效率。云林县环保局表示，未来无磷泉应用也会结合环保稽查队，针对县内河川、沟仔污染，因为过去县内捌发生过工厂大量排放污染物，不过因为河川真歹挖进，也是排放口防黄掉咧，真歹查证，拢会拖到采检部的时间。可以以
无人船从岸边出发，沿着河道往上游巡查，更快速找出污染源，执行采样动作，可提升效率。直接那无人船如果会采水，可以直接做侦测，那更方便啦，就可以补足我们能力得不到的地方，或是说能力无法去抵达，去所及我们要的东西呀。环保局表示，云林县伫2021年成立23队水环境巡守队，由社区、学校、企业甲民间社团所组成，定期伫落水溪、新好尾溪、甲北港溪三大流域的沟仔、大排等等进行水质检测。有水环境的巡守队员工，未来乃当应用无人船，通提升作业的效率，守护水环境。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再来看这台南永康正南三路呢，这道路的工程才拄完工尔，边仔人行道呢是还袂种树仔落去，不过煞有民众呢是甲利用来种菜，也因为这人行道是公有的土地，所以工务局是表示讲要求民众赶紧甲扣掉。柑仔蜜结真多，看起来真袂使慢啦。边仔要种小白菜，这饲菜看起来真用心伫照顾。不过这菜毋是种伫菜园啊，而是台南永康正南三路的人行道，是要栽种地带超过100公尺。利用这种来种菜嘛是袂歹啦，不过这是公家的地啦。即摆遐用好了有草啊拢生出来，因就是想讲单亲怎种一寡物件，较袂生遐个草啊啦。汽车驶过新开的段路。正南三路道路工程才完工，也未验收，休息的是要栽种工程也未做。有民众看到空地空伫遐发草，就主动甲伊除草种菜。尽管有民众感觉真趣味，不过人行道也是市府公有地，家己去甲种菜已经违法了。构成刑法320条第2项的窃占罪。如果有民众去摘取这些蔬菜，也会构成刑法320条第1项的窃盗罪，均可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除了种菜可能牵涉窃占罪，伫公有地生出来青菜依法属台南市府所有。那其他民众来买菜也牵涉窃盗罪。那台南过去其他县市有民众伫分隔岛遮公有地种菜，像台中就定这个公园甲行道树管理处置条例，应处罚相关的行为。实在工程将后续进场施作，那民众在这空窗期擅自在植栽带种植私人蔬果。将先公告，请民众自行移除。是要栽种地带种满青菜，引发讨论，有台南无相关的处置条例会使罚。公务局讲的公告要求限期来移除，若无移除，会由公部门强制来移除。记者综合报道。政治消息来关心的是，这立法院南北党团呢是以人数的优势来通过在违法再修版本，而且佮准备要修法来停止提公告年金。行政院佮总统府呢是按算用唔复述也唔公布的方式来反制。今仔日下晡这倒用台视的亲身来说明，也若热清着今仔日早起呢，迄场国政大会，这立法院长韩国瑜是无去参加的。虽然立法院长韩国瑜无参加，总统赖清德调集的院际国际大会也是照常举行。由行政院政府院长杜英台陈丽君，甲考试院政府院长参加。15是总统府公布在违法上尾期限，各界关注会中敢是会确认在违法，甲停止提公告年金的法案。府院执行无复述嘛无公布的方式，创下宪政的头一个。杜英台14暗时伫社群平台抛出黑白相片，强调伊会尽民主宪政把关的责任，嘛按算下晡亲身召开记者会对外说明。不过相关的做法引起在野的批评。总统公布的法令，行政院院长不附属，这真的是滑天下之大稽啊！他是打脸总统，有没有搞错啊？总统对于立法院通过的法令，应在10日内公布。那叫宪法义务，你没有不公布的宪法的一个选择权。倒阁之后60天，国会才要重选，那60天就是行政权独大嘛。面对立言发声，无认同政院会当发动倒阁，国民党团回应讲，袂对咧安尼舞，而且积极讲，就算倒阁，杜英台嘛可能无要落台。如果不信任案投票通过，依宪法规定，阁揆一定要下台。宪法法庭已经被瘫痪。没有暂时处分的情况之下，不得不阁揆用附属拒绝附属来为我们的宪政做最后的把关。那廖党坚持家己的意见，后续朝野的冲突，罢免会更加激烈。记者综合报道。
再来看这国防部军火的标案呢，互人即期有做手气。国民党桃园市议员领导呢，今仔日早起是去到北检来告发国防部。也那郭立雄是表示讲，其实类似的采购案，过去这20年来拢是同款的规定，只要这厂商有符合资格，安尼就无需要管伊的名称、地址，甚至是资本额。到北检告发国防部，国民党桃园市议员领导质疑，包括来自台南的福北国际室内装修公司，承认国防部5.9亿的炸桥采购案，经营威胁成立的台州国际股份有限公司标着5.56公里底货标案，无下常理。一个厂商竟然在商业变更登记到标到2亿的军火，仅只花了41天。本公司得标前已正式取得美国知名军工大厂 SAE 公司为期10年之台湾独家代理权，相关投标过程合法，程序完备。福北公司强调，得标规定会让予人检验，绝对无不法。台州公司也发声明，强调家己有履约的能力，并且符合履约规范，将会对领导人提相关刑事加民事诉讼。国防部长郭立雄也正激动地强调，国防部过去20年这种采购案规定拢同款。我们设立一定的资本额，就会让他容易履约吗？我们去计较这个公司的名字，就会让他能够履约吗？因为他只要能够从事国际贸易业，他拿得到当地政府的许可证明文件、原厂的证明文件，他的交货的品质没有问题，我们就拿得到货，拿得到货，我们才会付款。郭立雄讲，采购费用完不了的重点是上尾敢有法度理由，而且厂商投标进前拢爱纳预算金额的3%，得标了也该纳5%做理由保证金。若是无法度交货被解约，就会没收理由保证金加停款。因过南亚立委搁在点名，方将地协也标着国防部的标案。因过姓吴的前负责人涉及伪造厂商资格投标，也搁被判刑，要求国防部暂停相关标案。110年底，他才变更登记。在111年年底，他标到国防部、海军司令部的伺服器及网络治安维护的5项的标案，以打弊之名行阻止国防发展之实哦。这个困境就是他们希望让这些厂商觉得困难，让未来没有厂商再敢投入国防产业自主发展。王宏伟要求国防部彻底调查相关标案，因过民进党团是批评在野党以打击弊案的名义，要阻止国防自主发展。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顶礼拜是来通过临港城市法的草案，开放予女的这个同婚的配偶呢，也阁有满18岁独身的女性，就会当来使用这临港城市等等的条件。也毋过全国妇女的团体联名呢，是来开记者会，因烦恼讲这修法的草案的内容呢，恐惊是会制造愈侪单亲的家庭，而且是为这借腹生囝来开后门，这会伤害到妇女甲囡仔的权益。修法，它反而是要朝向开放单女以及女童的人工生殖，刻意制造更多母胎单亲的家庭，直接让男生他在养儿育女，还有在家庭照顾的角色上，他们就直接被消失了。在卫福部国建署呢是回应讲，临港城市法修正草案呢会用无徛名，而且禁止指定这城市细胞捐赠的机制，禁止代理运报。再来看，咱总统赖清德咧11月时宣布讲，要伫卫福部再来成立一个儿童家庭署，专门来负责儿童的照护，提供这医疗，也是讲身心发展，甚至是政策等等的支持。也那卫福部也已经甲相关这个组织法修正案送到行政院，也毋过有真侪民间团体认为讲，这儿家署的规划呢，看起来都是甲这卫福部原底的这个业务，搁再整合尔尔，并无增加什么权利。26个离校团体组成的离推民招立委卫福部召开记者会，针对卫福部2026年要成立的离家署提出疑问。因指出，离家署看起来虽然是新的单位，不过实际上就是卫福部社家署保护署原本的业务，重新排列组合，看不到制度的创新。公布的一个草案，我们看到未来的儿家组分成5个组，可是我们细看这5个组呢，绝大部分都是现行的卫福部社家署跟保护司的业务的重新排列组合。那甚至民间其实很期待，就是因为是卫生跟福利嘛，希望健康，特别是儿童、儿少医疗的部分可以进来。
李推明也提出几项诉求，建议行政院爱设立离校事务委员会，会当参考日本儿童家庭厅的做法，规划政策，维护离校身心健康等等。因也指出，照目前的规划，离家属甲少年2字提掉，敢若剩儿童，恐惊会造成青少年相关的权利和发展，伫咧制度内互人忽略。我们其实这一次发现，他们在辖底下有一个叫做儿童权利跟托育服务组，但是他移除了少年2个字，所以我们觉得他其实是有点政策的倒退。那我们也要问的是说，为什么又要跟托育服务绑在一起？因为儿童权利跟托育服务其实是不应该在同一个组别的。民团表示，因真肯定政府设立离家署，不过若是干那合并单位无增加权力，恐惊无法度真正落实离校优先。因也呼吁政府重新检视离家署的定位，提升中央离校专职单位的功能。记者陈选林曲凯台北报道。来看拄过去的这个拜六礼拜，伫台南甲台北内是接续来举办台语政策论坛甲民间的会议，除了是呼吁这政府赶紧来成立台语复振委员会，针对着说台语的学校，也希望政府对法律的源头来处理。文化部13在台南办头一场的台湾台语全国政策论坛，台北接续在14举办全国台语政策民间会议，希望让政府和民众了解第一线在发展台语遇到的困境，嘛提出政策建议。民间除了继续呼吁政府成立台语复振委员会，嘛针对语言的转型正义设立台语学校和复振的修法等5大议题来探讨。台语团体指出，虽然即马伫高雄有头一间的台语学校，不过受到实验教育法的总数限制，嘛致使一寡县市要设台语学校出现困难。所以，这个法规要安怎讨办吼？这长期来讲，当然这个法规拢爱相对应的来去调整，才会使行较久长。针对台语复振需要有更较周全的法律，台语团体和学者拢有高度的共识。除了对教育顶尖，嘛要对社会环境来改善。认为就要推动台语成做地方通行语。有学者指出，照国家语言发展法要缩，就要地方议会超过半数同意受过严格，认为应当爱修法。有学者认为，目前独尊华语的公务体系，嘛已经违反国内法化的公民以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等。像客家委员会当参考嘛，这个地区只要客家人超过一半，伊就是必然的地方通行语、主要通行语。啊，若超过1/3无到半数，哦，安尼就是次要的通行语。其实戒严时期国语推行办法甲国语委员会组织条例已经谈民主化以后就废除啊，哦，所以其实今嘛，咱的政府伫独尊华语的这个国语政策，其实无任何的法律基础。针对通行语的部分，文化部初步回应表示，会阁继续和地方政府沟通。另外，教育部表示，目前在本土语言课程已经有400间幼稚园实行沉浸式教育，明年伫咧嘉义嘛要设部立的台语沉浸式学习基地，希望一步一步让台语发展愈做愈顺势。记者卢尚书、王志光台北报道。伫高雄竟然传出这警察互人拍着伤的事件，这是一个侦查组伊伫下班了后呢，甲厝邻的人去到凤山食海产，结果煞伫餐厅互4个人家暴，规个面全安尼整起来。这餐厅的头家是表示讲呢，甲这侦查组起冲突的是2楼北京店的员工，因为这少年队是回应讲，哪像就是双方有误会才会起冲突，目前专案当咧侦查。警方到现场了解状况，查找涉案人员。11暗时9点外，高雄少年队一个40岁姓吴的警察组下班了，甲太太囡仔到凤山文良东路的海鲜餐厅食饭，食了后煞伫餐厅外口甲3男1女冤家，佮互人就拍到边的北上街。这边打架，里面楼高一大呀。都有的，因为他是楼上的，跟我们现在没有关系，真的不知道，跟他们熟。15早起，餐厅还未营业。头家讲，甲警察组去冤家是餐厅2楼倒休店的员工。消息传出了后，民众感觉真喊过，因为无论是因为人客或者是警察身份，拢不应该互人拍。当然是不好，但是那个是他们店家应该要去管制的东西啊。那因为口角的纠纷遭陈贤等4人出手殴伤。这个案件据了解动手殴打的4个人，目前由警方逮捕后全案依妨碍秩序来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
同时伫下班时间互人拍代志，少年队回应，警察组甲亲人食饭了后，到2楼照片所，疑似发生误会，落楼离开的时阵被带到店外拍，啊毋过无还手，面有点仔红肿刺伤。专案要咧警察了解详细冲突的原因当中。记者综合报道。南投县的水里地方青年创新团队呢，今仔日是来举办水里 AI 行动日，偏向科技创新社会行动方案的实际行动，邀请到云林科技大学设计行业学生来到水里市场，和学生囡仔呢用这伫学校学过的科技工具，实际来调查甲建立方便人使用的知识库。我们这边木业新生在20-30年前又号称小台北。学生甲店家问价真认真，云林科技大学设计学院60位学生和南投县水里市场合作，希望会当替水里开发开工机器人，所以去访问店家收集地方故事，除了翕相记录，也利用 Google Maps 定位现场比对。AI 就是可以帮我们整理一些笔记，跟就是记录一些事情，然后把这些就是当地的历史跟故事，然后发展成更新的文化。市场较内底所以吼，遮少年看手机会当看到阮遮，我伫较内底单位会当互伊知影讲我有咧卖菜。学生是在操作 AI 产生地方知识，也会甲电影内容利用 notebook LM 录音转写，整理资料，然后也做成一个水里地方知识库。网络平台整合水里的产业活动等等，希望互未来有按算伫水里发展的民众，拢通透过开工机器人和知识库来找到家己的需求，在明年2月左右会开放使用。因为这市场吼，就是咱最起就生活的重心啦，所以这上面拢有这么青年，然后这么摊商吼，我是希望讲下摆这青年来这创业的时阵吼，有一个做好的网站提供给这些青年。南投水里市场最近几年持续推动空间活化，吸引学生团队、青创组织、甲长照顾点斗阵进驻。即马阁要做 AI 行动教室，水里市场希望透过这行动，会当成少年人来水里生活甲发展。记者邢平仪南投报道。世界带路家来看这阿根廷骹球的名车梅西呢，伊是巡回到印度。见面会这个门票是卖了真悬，有人是专工开1个月的薪水去买，就是为着要来看梅西。也毋过伊本人呢，煞敢若出现20分钟尔，现场球迷是真不满，专安尼起冲突。The great man Leo Messi has arrived. 阿根廷骹球名车梅西伫队友苏亚雷斯甲德保罗的陪同之下，来到印度加尔各答的野毛体育场，展开 GOAT 巡回，也就是史上上强的巡回。球迷情绪真激动，门票也卖了真悬，有人甚至开1个月的薪水来买票，只是为着要看到大名车。毋过活动的安排煞引起争议，梅西一个出场，就互政治人物、贵宾甲维安人员拢甲围调咧，球迷根本就看无啥清楚。了后，伊停差不多20分钟就离开，互现场的气氛对欢喜变作受气。We couldn't even see him. We couldn't even get a glimpse of him. So why was this scripted? I don't know. Why weren't the police taking action? I don't know anything. Everyone was furious. Everyone was very furious. 受气的球迷开始想办法消透情绪，有人开始拆椅啊，对骹球场内弹物件，甚至也阁有球迷冲入去内底破坏护栏。主办单位互警方甲拘留。西边加拉邦首席部长也公开甲梅西甲球迷回息咧。कुछ नहीं देख पाए, ना एक किक आउट करवाया, ना एक पेनल्टी लिया, कुछ नहीं किया। शाहरुख खान को भी लाना का बोला था, कुछ नहीं लाया, 10 मिनट के लाया, चला गया। पूरा फ्रॉड करके चला गया। इतना लोगों का पैसा, इमोशन, टाइम सब बर्बाद। 伫加尔各答的混乱了后，梅西的巡回行程继续进行。加长工伊去到第2站明麦，万科赫德体育场的维安甲安排明显有改善。梅西甲队友甲当地少年球员互动，就连印度板球传奇人物德鲁卡拢来甲迎接。Today, having all 3 of them here is indeed a golden moment for Mumbaikars and India. 虽然头1站有小可插去，也毋过梅西的印度行也是继续咧进行。这个骹球名车刷落来，也阁会去到新德里，甲印度总理莫迪来见面。记者综合报道。下晡报天气刷落来，咱甲时间交互 AI 手机气象主播唐啊。今仔日透早受到大陆冷气团甲辐射冷却的影响，各地拢是偏冷的天气。自顶晡开始，大陆冷气团减弱，
气温回升。真多谢汤仔报气象，以上就是这则中岛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同一个时间咱再相会。